國際七人欖球賽星期五起一連3日喺啟德主場館舉行，主辦方為咗減少對附近居民嘅影響，期間場外嘅七欖球迷村每晚都要提早閂門。國際七人欖球賽第一次移師啟德，更加首設七欖球迷村。球迷村位於主場館東面嘅多用途活動區，佔地7800幾平方尺，有餐飲攤位、酒吧同埋樂隊現場演出。原本計劃每晚11點閂村，不過主辦方宣布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提早半個鐘頭閂門，星期日更加會提早4個鐘頭，夜晚7點鐘就完。我哋最主要都係考慮到球場旁邊居民嘅一啲需要啦，咁啊唔希望阻住佢哋休息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會話延續到太夜嘅嗰個球迷村嚇，咁同一時間咧，亦都俾嚟自世界各地嘅球迷同埋觀眾有時間可以除咗球場以外參觀下香港其他美麗嘅景色啦。球迷村同最近嘅民居相距大概500米。有當區區議員話：噪音其實影響唔大，居民更加關心嘅係交通安排。最減低對居民嘅影響，反而可能喺我哋道路上面嘅一啲嘅安排或者設施上安排啦。即係講緊可能係一啲鐵馬啊，或者係一啲道路嘅一啲嘅指示啊。始終咧，你七欖第一次喺啟德裏邊發生咧，其實搞手都未預示到可能散場上面會唔會比較順暢。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臨時改動難免令到部分球迷失望，未來主辦團體要有更加周詳嘅考慮。當初舉辦盛事嘅一個初心咧，都係希望可以帶動到其他嘅經濟嘅活動啊。咁其實喺體育園入邊舉辦一啲盛事以外活動，亦都係合適嘅。我覺得未來任何臨時性嘅改動應該要盡量避免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溝通上嘅問題，同埋一個規劃上嘅問題咧。其實我諗每一個盛事喺籌劃啦，同埋喺舉辦當中咧，都應該要我諗了解多啲唔同部門嘅一啲顧慮啊。另外，旅發局宣布七欖閉幕嘅時候，會安排喺球場上蓋放煙火，推高現場氣氛。無線電視記者鍾卓希報導。